为第七。第一章，自我自己不足，心理好改，恰比无我拉平。第二章，自我别离自己，克己不言，非人不管，可有无我在。第三章，自我别己不休，克己不刚，问题不能死，不贤不能改。自我优雅。第四章，自己缘故，心心如雅，遥遥如雅。第五章，自我心意，我这也就意，我不曉當見就講。第六章，自我自有道，故有德，以有仁，有有義。第七章，自我不行色修以上，我必上不會言。第八章，自我不分不客，不毀不化，不一股不以三股還，皆不曉也。第九章，自識有憂傷假之前，必上報也。第十章，自有是一口，皆不得。11，自為干恩話，用之即行，下之即爽，以內無逆，有是乎。自樂話，自行三觀即隨無。自話，道好當和，自理不會假，我不誤也。必也臨書離庫，好不離行假也。11章，自話。為干恩話，用之即行，下之即爽，以內無逆，有是乎。自樂話，自行三觀即隨無。自話，道好當和，自理不會假，我不誤也。必也臨書離庫，好不離行假也。11章，自話。互利可求也，隨一邊之書，我亦為是。如不可求，將我所學。11章，自己所信，在見即。12章，自在寫文效，三卦不得入必，哇，不得為各自之有事也。14章，言有話，夫子為君何？自狂話，了，我將文字。即話，即以色者何錢也？哇，過一千錢也。哇，還何話？叫人比之人，有何還？出話，夫子不為也。15章，出話，患所書，飲水。出將離盡事，若亦在之中矣。不義，是夫車貴，故我如乎魂。16章，自話，假我所言，我是一學業，可以無大個意。17，自所雅言，是書絕對，該雅言也。18，實講論孔子有出路，出路不對。自話，
都係不話，其為錢也不分同時，各異同要，不必我是將士穩理，實教不話，我為勝利的節者，好過對於求是者也。二十，自不顧怪劣亂情。21章。是話三人行，必有我私人，一個先者而長子，而不先者而代子。22章是話天性的無反對之路如何？23章是話二三子以我為問候，我不問候你。我無行理不誤二三子家是無樣。24這一世教本性中性。25章是話聖人我不得離間之意，一見君子者是可以，是話聖人我不得離間之意，一見有形者是可以。無理為有，非理為盈，有字為泰，然後有形義。26章自掉的不公，也不亦有。27章是話，假有不對的作之者，我不是也。多聞不知先者的長子，多見的弟子，弟的處也。28章互相然無言。當主前問人些處話無其前也，不無其退也。以何心人極其以前，無其結也，不得其妄也。29章是話人萬何在？我有人，斯人之義。30章兵書敗。本教講地理後，孔子話地理，孔子退，一無馬之理經之話。我問君子不懂，君子亦懂何？君子有我為當性，為之我名子。君的地理，小不地理。無馬之一個主話，我也行，我有個。人不低智，31諸惡人各離身，必須患之，離合合之。32章主話，本無我有人也，強行君主，即我未之有之。33章主話，若性有人，即我ขี้感，亦為之不嚴，非人不慣。即可為文理意義，當世華華，正與地主不聯合也。34章主即便主羅清德，主話有主，主羅對話有字對話，多你有上下心機，主話無之道救義。35章主
主话车即不顺，欠即过，武技不顺也连过。36章主话君主叹东东，小人重切切。37章主温利咧，威而不变，强而安。